啊，接下来是第二课。第二课，先进互伊讲化了。播音。啊，就安尼哦。干，真爽！甲我骗呢，骗甲啥？我先安尼啊，好无？我先安尼，因为正边个倒边需要迄个空间去看网络的物件。啊，靠背，来啦。第二课，过来，进歹化播音。好啦，都回声。啊，靠呀，我的物件歹去啊，等我一下。唉，我哪会无关掉啊？够奇怪，我应该关掉啊。哦，遮啦，靠呀，我无 disable， 根本无出门。先家太后者。是倒一个？我毋知是要安怎。哦，红变哦。好 ，OK， 会使。先互伊点，安尼较会使。安尼 OBS 是写啥？我就好记哦。可是，OK， 接下来，哦，无要紧，等下咱来教了，咱有一寡别的物件。到尾等下。请搁对我念一遍。好，歹势，继续。这个第二课就是屁话母音。屁话母音的物件是，想互大家写一下屁话母音。屁话，无，你这个伊袂当用 space。你屁话母音是 PIH。歹势，应该爱过来一下。安尼会使？我毋知呢。是安尼啊？我真无来看。PIH 切N 毋对，PIH 切毋是是诶 PIH 切会当看片仔的片，但是这个片是敢 PIH 尔，咱的片话母音会有一个 N， 你是吗？是安尼？哦，两个 N， 歹势，你若要写迄个顶头的正顶头迄个 N， 你爱写两个 N。PIHNN 切，你就会当把做片话母音，片花，迄个线就是线就对啊，片花变化的花 HOA 3，母音母音音 IN 就是音。片话母音，好，安尼咱即摆来看者。ANN space， 但是这种物件 ANN 基本上基本上毋是一个伊啦。ANN 你会使你也是会使拍出来啦，但是是要安怎拍出来？靠腰。哦，你拍 ANN 即，你就会使拍出歹势 INN 即，你嘛会使拍出 ANN 你嘛会使拍出 ENN 即，你嘛会使拍出 O 就是头前一个 O， 两个 O 嘛，头头可以加两个 O， 两个 N， 即你就会使拍出 O， 有一点的 O， 这个 O， 无一点的 O 就是 ONN 即。讲啥无共？哦，应该是无迄个 O 啦，应该是无迄个 O。I 的道理嘛共款嘛 ，IN 即，你就拍出 I， O Y， 这拢是，但是这种是毋是伊啦，这只是鼻音尔啦。
啊下骹才有一个 ang space ang。我会记我会使拍出，我会使拍出。我要怎用啊？我袂记啊。我会记我会使拍出华语呢，拍袂出来。足简，足解，你是安怎讲？你看我即摆嘛袂晓啊。第二个字啦，我即摆看这是这个字，第二个字，我的鸟鼠敢有点头，这个字我嘛无啥会晓，让我看一下。足，这怎样拍？但是我这无伊呢，伊会使拍出来，但是这无伊呢，这是啥物件？这是你若要用字典查的时阵，这顺序，这嘛是应该爱改啦。这就是 C 像这个字就是 CHOO， 应该是三还是一CHOO 嘛？做是敢是？做，因为是背下骹呢，做，应该是安尼，做，继续，做，做解是啥物？等，阻碍，阻碍哦，但是阻碍敢若那点，我会记阻碍是一个字呢，你若拍阻碍，才有阻嘛，解，我袂记讲要安拍呢，敢是 JAI 七，敢呢？无是安尼？有诶，你看，这个物件，你若要拍，你若要找阻碍的时阵，你爱安尼拍，阻碍，这就是伊的查字典的方式啊。查字典的方式是阻碍，这是最基本的查字典的方式之一。过来是还有啥物？鸭是干鸭，毋是，IANN 鹰鸭IANN 影啦，囝，这个是影，有影无影的影，这个是囝，生囝的囝 ，K 这办法 KIANN space，囝，这是囝啦，若是囝的话，囝是 KIANN 囝KIANNE，你安尼才会拍出迄个正确音调，无音调，基本上无音调甲有音调后壁会加即马先看讲你这个鼻音是啥物件，因为你若看无这个 N， 你后壁就看无。安，毋对，这个接下来是啥物？哪无？等下我搁拍一个 OANN 七换瓜哈，换瓜？这是换瓜呢？但是这个瓜毋是瓜菜，毋是瓜呢？是瓜，这毋是瓜呢？毋是一条瓜、两条瓜迄个瓜呢？换瓜？我拍看觅，这要查 OAN 啊 ，OANN 七，搁一个是，你应该拍一下线KOANN。无呢，巧，无是 NAN OANNN KOANN， 无这物件，这到底是啥物？我嘛毋知呢。换歌到底是啥物件？
敢有这个字？好嘛，这有这个字无？换歌，才有一个换气啦。换气，换气，换气啊，这是换哦，毋是换。哈？这是换，毋是换哦。但是，我感觉怪怪。换门，毋是换门吗？毋是换掉？我讲的敢毋对？我嘛毋知，好，不要紧，这先卡咧。赶、拖、刷、拖、甩、甩啥物？甩是 SOAINN 切，甩这是啥物件？散，伊头仔敢若是散去的物件 ，SOAINN 切，对无？你安尼就是拍出来，所以你爱一个 SOIANN 切，这是啥物件？酸，就是恁上介意的酸啊，介这酸啊，安尼拍无继续，伊后壁会有一个练习的练习的讲法安尼。请搁对我念一遍。继续。练习。这拢无伊。哦，歹势，手机啊，歹势，这拢无伊啦，因为这个拢是硬草的，但是硬草也是一个发音的一个标准。请搁对我念一遍。好。好，继续。到了呢，靠背，第一课到了，真假啊！基本上这课敢酸啊尔，你敢酸啊尔，干无代志，太好个，无啦，这第一课就是安尼啊，好。